聖經尼希米記9章27節，所以你將他們交在敵人的手中，磨難他們。他們遭難的時候哀求你，你就從天上垂聽，照你大憐憫賜給他們拯救者，救他們脫離敵人的手。嗱，呢段聖經咧係當日嘅以色列人回歸之後，建立咗呢個嘅重建咗城牆之後，佢哋喺神面前嘅嗰個認罪悔改，佢哋體會到喺歷史嘅裏邊，佢哋真係違背咗神嘅嗰個嘅律法，佢哋唔聽話，神就將佢哋交俾敵人嚟到去磨難佢哋，嚟到去discipline， 嚟到去管教佢哋。但係以色列人就向神嚟到去呼求，神就為佢哋預備咗拯救者。呢個充分顯明出神嘅恩典、憐憫、信實，神嘅應許冇條件，佢親自嘅嚟到去為佢哋預備拯救者，拯救佢哋。求主幫助我哋唔好違背神嘅命令，信靠神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